台南市立委的选举第2选区，因为面积大，对山区到海线，面临真侪大环境的挑战。对此，立委郭国文2月1号上午伫座位台南市议员，包括副议长林志典办公室主任、议员蔡丽青、余祖清、黄兆辉、陈秋凤甲沈振东等人的陪同，共同组成助选团，唔定放家己地方来服务甲宣传。同时，嘛将尽力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来邮票。为了这个挺台湾顾地方，在我们赖清德总统面临这个台湾的前途的大选的时候，我们不止台湾要胜利，我们更要把我们台南市民主胜利第2选区把它顾好。这次的选举非常的关键。我们不但有我们立委的选举，还有总统的选举。那台南又是我们这个总统的本命区。那郭委员的这个立委的选区呢，过去也是我们现任市长黄伟哲的这个选区。这所在是咱真正这个民主的性地。会中立委郭国文当时嘛公布这届竞选口号，并且拍话以用单一当选的姿势，甲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做伙来翕相，总共挂了67面的大型看板。依照日本动漫《晋级的巨人》，象征为捍卫家园，愿意付出生命、献出心脏，作为竞选连任的起手式。挺台湾，顾地方。我的 slogan 是挺台湾顾地方。挺台湾顾地方，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个挺台湾顾地方的原因？挺台湾顾地方呢，咱不是挺台湾尔，咱嘛顾地方。台湾是咱大家共同的这个家，但是地方也是咱共同的这个厝，那呢，抱持同样的心情，不管是中央或者地方，我们要同样的努力。那而我这一次的手势呢，特别用这一个手势。为什么用这个手势的原因是这个？大家知道以前有风靡过所谓的这个晋级的巨人的手势，就是一个，这献出你的心脏，我用我的心脏献出给台湾，献出给我的选区，这就是我的手势。伫民进党定调总统大选的主题挺台湾以后，郭国文嘛公开家己的竞选口号挺台湾顾地方。未来助选团青年阵线，包括蔡丽青、沈振东、黄兆辉、谢淑凡甲余祖清等人嘛，将成为郭国文的竞选团队发言人，负责选战实施的回应、政绩的说明甲谣言澄清等部分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